進前，這台灣計程車司機呢，因為甲人客放殺害人死去的這個案件，這是引起社會關注。國民黨立委提案，愛設網絡媒合服務這個管理的專法。今仔日是招平台的業者甲計程車團體做伙來討論。因為交通部是表示講，會聽各界的意見來評估，敢要對現有的運輸管理原則，擱再補充擴大去。台灣計程車司機佇台64線快速道路，甲人客等下就離開，害乘客和其他的車輛肇事，而且和檢方以違紀致死罪起訴，專案引起真濟討論。那位認為現行的交通法令以管理實體車輛為主，對派遣的平台責任規範不足，提案要設專法，找集舉行公聽會，邀集計程車團體等等的團體來討論。平台派遣的部分，他們不去負責任，然後把全部的責任都轉嫁車行，比如說車禍事故啦，或者是其他罰單，全部都是車行在負擔。建議說，是不是需要把這個東西來納管？在計程車這個行業裡面，這兩個是最重要。我再強調一次，消費者的安全、消費者的權益，還有駕駛的權益。計程車團體普遍認為派遣的平台得利，不過出代誌刷掛無數牌，根本無合理。不過業者嘛有話要講，應該和實際的權限和權責相符。如果今天要增加平台的責任，那同時應該檢視平台所具備的管理權限以及現在整體的監理架構。我們都依法已經繳交營業稅，若需設置產業轉型或安全補助基金，建議政府依現行既有稅收撥補。學者認為設專法成本較高，科技的進步變動會真緊，建議為現行法令進行擴充管理，以它服務的性質來做重新的定義，然後來做管理，就是公路法及所屬的條例來擴充來管理。它直接連接的是計程車嘛，所以就是修正公路法的一個體系來做處理。那當然，大家有希望在增加納管的部分，那我們都還可以再做檢討。交通部表示會聽各方意見，並估感受為現行的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來擴充的可能性，嘛會動公路主管單位檢討車隊管理辦法，和叫車平台責任和義務更加明確。記者綜合報道。